先生你好，请坐，请问上上。你好，我想裝。你喺度竹科石頭路最近轉來工作，裝阿伯介嚟嘅係麼？係啊，就係我。好多嘢冇看到，變到眼太熱氣呢。你見冇嘢愛盤理乜介業務呢？上週日我讓我爸買地土地，今日我來做自家登錄申報。哇，買蔬菜最好。人講看一面，唔當看那面。介你嘅申報書資料都寫好了嗎？還忙呢。有帶身份證老人了麼？有，你係我嘅身份證老人呢，麻煩你哦。我來讓你填書掃描登錄，請等一下。鍾先生等已久咧，你係你禮拜買賣嘅資料，請你讓我填書確認填腦目檔登錄嘅資料正確麼？資料正確。好，該我讓你先上送填了。我會幫你指改申請書也是2份，其中1份請你留電，請你對兩篇證明呢。希望你係自家登錄嘅人夫文件，有關自然人憑證申請單位有問題，兩位如相關主管機關嘅聯絡電話提供俾你，請你轉去先參考兩道資料。你哋麼？有人認為冇地買賣完成移轉登記後嘅30日內申報，本政府罰3到15萬塊哦。好等你要來盤理。好，我轉去會好好研究，讀兩道資料，希望你哦。